这是礼拜特别开始，请会众从你的手机、关机，也是关心叮当，照当。
敢毋知恁的身躯就是性命的殿吗？这性命是对神而来，踮伫恁的内面，也讲恁毋是家己的人，因为恁是家己的内面，所以要伫恁的心中荣耀神。这是内面信息51首，信哉，信哉，信哉，请起立并转手。并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这是来K语，请先开K英文第27篇，K英文第27篇，也是圣经诗篇130篇。耶和华，我对青年求着你。主耶和华，你若救看罪恶，是罪徛一条。我听候耶和华，我的心神在听候。我的心神听候主，比收惊的人听候天光较切。以色列啊，你着仰望耶和华。伊的确救赎以色列。这是咱后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恭敬地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诚意敬拜阿罗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统管一切。阮的生活，阮的动作，
阮的气势拢在公里，愿万民向你跪拜，万岁拢服落你。主啊，我也亲送你，你对你所有的亲送，你会听，同情留心，受苦赦命，你的死，救阮法律无安的关系，袂保受罪无会捆绑，互阮得到真正的罪，你实在配得阮一生的敬拜。主啊，愿服你，因为你说阮随时的帮赞，甲比遐难受，我靠你的人拢是不好。我要尊重你，我要尊重你的信仰到永远。只是咱用主导来祈祷。圣经，圣经以赛亚书6章1节到13节，以赛亚书6章1节到13节。当乌西甲王死去迄年，我看见厝坐伫悬悬的宝座，伊的衫如龙满殿，伫伊的面前有西拉宾跟随在徛，各有6个翅，因2个是正面。2个是正骹，2个是底背。即个树，即个河，讲现在，万军的耶和华，伊的阳光充满全地，门开因为手鼓的声来震动，便就烟云满满。迄时我讲，我有知影，我袂无啊，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我踮伫嘴唇无清气的八十中，因为我目睭有看见王，万军的耶和华，有一个西拉比过来看我，伊的手摕小小的看，是用火钳对竿顶摕来，将看下伫我的喙，讲看，即个下伫你的嘴唇，你的罪过就拄去，你的罪恶就赦免。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猜是谁啊？是谁要为我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伊讲，你甲即个百姓讲，你听是要听，总是袂明白；看是要看，总是袂晓。互即个百姓心顿，耳孔重，目睭抗议，免你目睭看，因耳孔听。心跳哦，若倒转，就来着医好。我就讲，主啊，这要偌久啊？伊讲，到遮的城炮轰，无人徛起，厝内无人，土地已经炮轰。搁到耶和华牵线，遐的人到远远，才会地放下去。伫迄个中间，若是出10分的1分，也要受吞灭，亲像地枪、双枪，虽然到起来，总是树头保庇原地。安尼，才会神的后裔就是才会树头。这是咱请圣官员传咱来学咯。
当到咱车落去牧师，伊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人民的觉醒。大家平安。咱搁一个三个大头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我存着恭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知影你是至圣，愿你用你的心来分别我，也我有清洁的心来归用你。因为上帝，我伫你的面前实在是袂堪的，总是伫你的恩惠、伫你的慈悲下面，我得到主你的接纳。主啊，我通伫你的圣国有份，这是至大的福气。总是主，我无念这个做我的满足，我无念这个是教业，因为我伫你的面前。阮所会通做，实在是真有限。阮恳求你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来帮助阮。主啊，互阮的软弱，会当伫圣神的帮助下面来继续坚强。有阮面对世上万样事的挑战的时阵，主啊，阮有勇气来面对，也有教业的困难来赢过。阮会通伫阮的生活中荣光主你的圣名，阮安尼恳求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今仔日咱看即个题目，应该是一种较严肃的即个事情。咱知影圣经内面有侪信仰的伟人，因所表达。互咱通修身，互咱通效法。总是今仔日，咱三角来看以赛亚这个先知，伊迄个上帝呼召做先知的过程中间所发生的一件事。咱若看这个以赛亚书，咱就知影，以赛亚做先知经历4个王。第一个应该是这个兄哥，就是乌西雅王。伫这个乌西雅王做王的时阵，只有16岁。所以咱就知影讲，乌西雅王做王一段不止长的时间，10多年以上。以赛亚才受呼召来做先知。想到咱会安尼讲。因为照伊太老的传统，要服侍上帝，一定是年满30岁。所以若无到30岁，袂当伫上帝面头前来服侍，这事也是安尼。所以咱看见撒母耳细汉的时阵，伊伫即个先知以利的下面来学习，总是伊嘛是到30岁才正式成做。上帝所演的工作，虽然伫细汉的时阵，上帝就甲启示，互伊有能力，伊个所在来发出先知的言语，就是讲到这个先知以利，伊这个家庭，伊这个家族将来要发生的代志，这是一个特例。但是其他的拢爱满30岁，才会开始做上帝工。咱就想要看见耶稣，有真侪人会安尼问啊。当圣经记载耶稣12岁的时阵，伊的爸爸妈妈带伊到圣殿，伊也去守节。了后呢，就无耶稣的记录。一直到30岁的时阵，耶稣出来传福音。所以前嘛太30岁，这就是照犹太人的传统。30岁开始做上帝工，所以咱若就这个情形来看的时阵，以赛亚受调来做先知，伊嘛是爱满30岁才通做先知啊。所以咱来看，这个乌西雅王既然是
以赛亚的这个那个，伊做王至少14年，将满30岁呢。可见哦，伊做14年的王的时阵，这个以赛亚还阁是一个少年家啊，还未通正式出来服侍上帝。所以伊的呼召应该是伫这个乌西雅王做王，差不多做到一半的时阵，因为伊做52年的王啦，哦，所以差不多做到一半的时阵，啊，这个以赛亚就出来开始服侍。总是到乌西雅王死的时阵，就是咱所看这个以赛亚书第6章这个所在在记载这个代志。咱对安尼来看，以赛亚做先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真侪人在看这个以赛亚书第6章的时阵，若无注意，就有一种错觉。这种错觉是啥物呢？也做讲上帝对以赛亚的呼召是伫这个时阵才开始，其实唔是安尼哦。这是以赛亚服侍一段时间了后，因为乌西雅王过往去，所以伫这个乌西雅王过往的这个情景下面，以赛亚才发生这个第6章所记载的这个事。啊，是安怎歹伫这个时阵发生这个事？这就是以赛亚做一个先知，伊家己本身伫这个灵性顶面，伊也搁一遍觉醒。有真侪人读过这个巴切勒牧师伊的传记，就知影讲巴切勒牧师，伊每一年拢会定心甲伊少年的时阵，得着上帝呼召来做上帝工，迄个宣誓文啊，就是回应上帝呼召。迄个时阵，伊家己写这个宣誓，要安怎样来服侍。所以每一年会把这个文件摕出来，伫上帝面前，搁一遍反省祈祷，然后定心立志，要安怎样来服侍。所以巴切勒牧师，伊每一年拢咧做这款的工作，哦，唔是想着才来做，是每一年拢安尼咧做。所以安尼来坚定巴切勒牧师伊伫上帝面前所有的服侍。咱知影巴切勒牧师对咱台湾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真重要的人物。特别是伫这个台湾和清国挂念和日本的时阵，日本来接收台湾。伫北部对家人，台北有真侪只的台湾人反抗，所以甲日本人有发生真大的这个冲突。其中间死足侪人，死足侪台湾人，因为台湾人无啥物要紧的武器，但是日本的武器是真先进，所以伫这种冲突中间，台湾人死真多。后来，这个日本的将军乃木搁再甲台人要争掠的时阵，台湾人非常惊讶，因为知影讲伫北部有迄个冲突已经死真侪人，即马日本军队对台南安平上陆了后，台南唔知要死偌济，所以当时迄个气氛非常紧张，真侪台南的这个头人，伫遐三甲组织参详，讲要安怎样来面对日本的军队进来。通常知影这个强势这个外来军队，若要稳定占领，拢会伫占领的过程中间害真侪人。
特别是遐出头的人，搁较是要互消灭的一个要紧的目标。所以台南人以上惊吓，总是伫迄个时阵，巴结的牧师勇敢站出来，用即个代志交互伊，伊会通慢慢来改革。所以巴结的牧师特别建咱全军，伫迄个所在甲伊达成迄个协议，就是台南人无法抗，你日本人入来和平接收，保证所有台南人无一个受伤害。因为安尼，所以这个代志伫迄个所在真迅速就来完成这个目标。所以巴结的牧师伫台南人的心目中，就是讲，伊是一个真正拯救台南这个城市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家己受伤重要。这是过去发生的历史。我讲这个主要就是要甲咱讲，一个遮尔伟大会通做遮尔要紧的工作，若是信仰经营，咱知影，这个经营中好，也是这台南市人伊的手底创立，伫来真好经营，到今仔日也搁咧影响咱台湾社会。一个遮尔要紧的人物，伊逐年过年的时阵，就重新甲伊伫上帝面前的这个入世文摕出来，伊个所在重新来读，读了后，伊倒重新立志，要安全来学生。所以灵性的觉醒，对巴结的牧师来讲，伊是每一年必做的工作。我想这咱真侪人无法度达到这款的目标啦。咱若有想着欢喜伫上帝面前来做这款的工作的时阵，应该是会更较好势。所以这嘛是我应该要继续学习，继续认真来面对的代志。咱即个倒转来圣经这个所在来看，是安怎？以赛亚伊伫服侍上帝一段时间了后，伊会有即种灵性的觉醒。有真侪人认为讲一个人来献身，要来服侍上帝，安尼就一生拢无问题啊！这条服侍的路，不管是平坦还是坎坷，应该是拢有啥物变化。这是咱会想到。总是咱知影，有真侪人献身的时阵是满心的欢喜，但是伊真正服侍过程中间，拄着无顺利的时阵，渐渐伊这种心志就会消灭去。这是对人来看，这种真自然的现象。因为人伫生活中得罪别人，拢希望讲安怎呢？所做的代志会通平顺，会通好势。伫这中间，就算有拄着挑战，应该嘛会通伫上帝帮助下面来顺利经过。不过，这种想法实在讲，是人一厢情愿。是家己想法认为是安尼，但是实际的过程中间，甲咱即款的认知有真大的差异。所以就这个以赛亚来讲，伊出身贵族，因为伊的这辈仔都是王的，所以伊是贵族，伊的生活应该是真好势，无啥问题。甲其他的先知比较起来，伊伫生活上拄到的这个保障是非常有把握。然后因为伊的兄哥在做王，所以伊兄哥在做王，伊做一个先知，若要做啥物工作，应该安怎会更较顺啊？因为有这个王做伊的背景。通互伊挖去，
所以要做啥物工作，应该会比别人更较顺利才对。我想对以赛亚来讲，伊可能嘛有即种心理，但是因为有即种认为讲伊要做啥物代志，有王通做伊的目睭，通互伊挖去，所以做起来应该会搁较顺利。不管喏，即个即马过身去。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伊心内咧想的迄个挖去，迄个背景，迄个目睭。迄个互伊做代志会通搁较顺利，即个人无去啊，佮无去了后，伊要安怎？过去咱做诶代志顺风顺水啊，但是即摆无共款啊，因为迄个挖口诶无伫咧啊，所以伊心内一定有产生一个真大诶冲击。以赛亚伊家己。伫即个所在虽然无讲甲真清楚，但是提起讲即个乌西雅王过往迄个时阵，对伊的灵性有真大即个冲击。当伊心内咧想讲，伊的我去，伊的我去无去的时阵，伊搁续落来即个工作，要安怎样来进行？一定是头前有真多困难，所以有这个困难伫个时阵，伊到底是要安怎样做？当伊安尼咧想的时阵，伊看见咱所读的这个经文内面记载讲安怎？伊看见一个异象，迄个异象是啥物？迄个异象就是互伊看见上帝坐伫迄个至高的宝座。伊的阳光充满逐所在。伫迄个时阵，伊忽然间想到讲，原来我的我靠，毋是我的兄哥啊，毋是乌西雅王，我的我靠是真活的上帝。所以乌西雅王无去啦，但是上帝有原作王，上帝有原坐伫宝座。因为安尼，所以感觉伊实在是一见效。这个见效就是安怎？伊得到上帝呼召，做上帝工，但是竟然企图来挖靠人的帮助。不能讲有一个强有力的挖靠，互伊做工作会通顺利，会通平坦。伊却拢毋知影讲。伊咧做的工，迄个上大的保证是啥人？是上帝啊！伊上大我靠是上帝，所以上帝是不变，人会过往，但是上帝永远坐伫宝座。这是伊伫即边所拄着的代志中间第一个角度，上帝信任，伊是一个有罪人。所以第二个发觉。就是我甲讲安怎，原来虽然是一个贵族，是一个王的小弟，身份地位非常的好势，但是这中间做上帝工，竟然甲这拢有关系，做上帝工。甲这地面上的荣华富贵、权势地位都有关系，因为做上帝工就是单单顺服上帝，所以因为伊安尼的看法了后，伊承认家己软弱，伊承认家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过去面对世间人，伊拢看见世间人是有罪。所以，先知发言是针对世间人，有包括伊家己。总是当伊看见上帝荣光，看见上帝圣洁，伊发现讲，原来我甲世间人有差别。所以，反正是啥物？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佮住伫罪人的中间，
所以跟世间人都一样嘛，无因为你的身份就超越这一切。你甲世间人是共款，所以这是以赛亚先知第二个发现。既然知影讲是一个有罪的人，就要安怎？求上帝赎罪，是不是安尼？所以有罪毋是讲知影有罪好，就是安尼尔。有罪就要将罪赎去，是不是安尼？所以咱就看起讲第三个动作是上帝找这个西路边，对迄个祭坛顶面的这个火炭来捂先知的嘴，讲你清气。所以这就是上帝赦免伊的罪过的一个方式，透过祭坛顶面的火炭来捂伊的嘴。咱知影，嘴唇和火炭捂落去了后，安怎？一定有伤痕嘛。哦，火炭是真小的物件，捂落去，检测就臭焦。所以这是一个记号，互以后每一遍奉上帝名要来宣告上帝旨意的时阵，伊就知影讲我是一个罪人。我所讲的这个信息是甲我有关系，毋是甲世间人有关系。所以先知的发言，毋是针对别人安尼，第一个就是要先针对家。所以这个嘴唇的记号，互伊记忆，伊不过原来是一个罪人。所以所宣讲的是上帝心意，无论是世间人还是伊，拢无差别，拢爱守上帝诫命。这是第三个你所得到的这个觉醒。第四个是什么？就是咱拄仔咧讲。这个这个牧师，伊所得出的这个工课，这个工课就是安怎？上帝互以赛亚先知看见伊进前拢毋捌发觉这个代志，但了后咱知影，有人知影讲我是一个罪人，我甲世间人拢无差别，安尼我哪有资格通去做这个工课？是不是安尼？我甲伊拢共款啊！我哪有资格对伊讲三讲四，真无效。我若比伊较会出头，我来讲伊的毋对，安尼毋才有这个心这个立场。我若甲伊拢共款，我哪有啥物立场通好讲？其实，是上帝差遣的伊，毋是咱有啥物资格，是因为上帝恩典，上帝将这个使命交代咱，所以咱才会通去做这代志。所以，上帝伫迄个所在，搁一遍发出这个呼叫声，代志真多。我会通找什么人？什么人欢喜听为我去？所以以赛亚伫迄个所在定心立志，定心回应上帝。过去因为毋知影伊的服侍是遐尼重要，了解讲有即个王的帮衬，伊凊彩做会通真顺利行通。这款过程，伊即马知影，所咧做代志，拢爱倚靠上帝。若无倚靠上帝，伊袂通做啥物。既然上帝搁再一遍来呼召，所以伊也袂通停止。所以这就是以赛亚搁再一遍伫上帝面头前讲啦：主啊，我伫遮。通找我伫遮通找我，这就是安怎勇敢承担。虽然袂肯定，
总是因为上帝意爱安尼去做，所以我就欢喜心动，毋是因为发现讲我袂吸引，上帝你另外找别人好啦，找一个比我较有出价的人较好啦，咱毋是做会安尼想啊。伫教会内面，咱有真侪圣工，这圣工一定爱有人去做，安尼这代志才会当推行啊。假使这圣工，若大家拢想讲，我就袂晓，我就生活都我毋捌，我要安怎做这个工课？上帝啊，你去找迄个靠能力的，你找靠学习的。你找迄个靠经验的，你找迄个靠栽培的，你若安尼想的时阵，有谁能为上帝去呢？上帝他为上帝去，所以以赛亚的觉醒就是安怎？虽千万人吾往，虽然是千万人，但是我欢喜心当，所以我来做。搁一遍，伫上帝面头前忠心立志来做这个工作。过去的经验是顺风顺水的，但是即摆搁一遍，这个上帝的呼召，伊也欢喜来回应。是毋是会亲像过去安尼顺风顺水？有即个学生我去做什么代志，拢会通真顺利。即个上帝比学生搁较大，所以应该安怎做起来搁较好势，搁较圆通。在咱是毋是安尼？不过安怎呢？上帝来讲，你想的不一样。啥啊？你所想的无共款，因为咱经文若搁继续看落去的时阵，伫第10迄个所在讲安怎？互这个百姓心顿耳康当，目睭看目，免得因用目睭看见，用耳康听见，心骄傲，活倒转来得着医好。这意思是啥物？意思是讲你去宣讲上帝话，宣讲上帝启示，但是我甲你讲，这百姓要耳康当，要目睭看目。耳康当是啥物？你讲啥物真理的话他不在乎啦，无要甲你听啦。耳康当就是听袂进去嘛，听袂到。所以这百姓安怎？耳康起来，无爱听神的话。过来要做的工作，竟然是这百姓无爱听呢。无爱听，上帝你就知影，这百姓无爱听。是安怎？你搁叫我去做？我去做，安尼是毋是白费功夫？是毋是安尼？上帝叫你去做，你去做毋敢啦，这百姓拢无爱听，上帝早就知影这百姓无爱听，上帝毋是毋知，既然知，是安怎搁叫伊去做这个工作？用咱台话讲，上帝你毋免甲我真笑。这个人都无爱听，你搁叫我去来讲，有这种心理的。假使过去以赛亚若是用伊种心态来服侍上帝，这百姓无爱听的时阵，是安怎？我就莫讲就好啊，反正我的日子好过甲，是毋是啊？我是工作，会通伫这当中自由出入，做什么代志？拢真好势，我想要来做生意，不过上帝已经发出这个新的呼召。以赛亚嘛定心伫上帝面前立志，要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就变做哪呢？责无旁贷。你袂当搁提示啊！你已经答应上帝。上帝嘛，甲你讲，你以后要做工课有彩工，因为无人要听，但是无人要听，你也是要做。
工吼，咱做甲会安怎？做甲安尼，心情拢凉凉啊，会感觉讲，我做甲安尼，无人咧甲我插，吼，我做甲安尼，无人咧回应，我想嘛真艰苦。我嘛当亲像别人安尼，凉些过日子就好啦。我何必真艰苦？因为这人根本都无回应嘛。我这么艰苦要创啥？就是人的想法。但是上帝来讲，这个代志发生，你永远爱做。所以将这个真要紧的工作交代给以赛亚的心中。咱规本的以赛亚书来读落去，你就知影讲，伊最大的成就，毋是伫头前这个部分的，是伫刷落去后面这个部分，不较要紧。意思就是，伊重新入时代回应上帝呼召的时阵，伊所做的工作，反省伊过去。认为讲，我靠这个乌西雅王，会通互伊做较顺风顺水，会通做较真好势。但是，事实有影伫乌西雅王的时代，伊做生意做较真快活，但是以后伊做上帝工，做较真艰苦，毋管怎呢，成就非常的辉煌。真侪圣经学者，也是咧研究圣经的人，拢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认为讲以赛亚书拢总66章，所以拄好对应咱规本的圣经，因为咱规本的圣经拢总66卷，所以叫你一章对应一卷。圣经学者就是讲安怎，以赛亚书会通称做小圣经啊。顶礼拜这个大卫包身吼，这个话题的查经，我看这个以赛亚书的头前这个部分，今仔日是接受的部分。第一个部分中间，这个大卫包身。伊就伫迄个所在有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介绍讲这66卷彼此的对应，66卷介66章彼此的对应，我还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所以我就无要详细讲，咱若转去有机会你会通对网络甲这个大卫包身咧讲解这个以赛亚书，这个甲调出来。安尼增加你对这代志的认识。我伫遮先甲咱讲一个尔吼。即摆咱就知影讲，以赛亚书伊分做这个圣经学者会甲伊分做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1章，到这个39章，一个旧约的部分。39卷，对40章到66章，这多27章，对应新约的27卷。你也感觉讲，那这种讲法伤难讲啦，无一点仔无免讲，因为安怎呢？恁对迄个信息落去甲看的时阵，正拄是39章以前在讲旧约。40章以后，在讲新约的启示，而且呢，圣经学者认为讲啦，第1章到39章，这是以赛亚写的论题；第40章到66章是另外一个以赛亚写的，也是讲迄个作者托以赛亚的名所写的。是安怎圣经学者会有这种看法？伊就是认为讲，第1章到39章。迄个写的迄个文笔啊，迄文风伊的风格，甲这个40章到66章的风格不一样。
吼无共款。啊，所以既然啊无共款，应该是另外一个作者。因为咱若了解迄个写作的人吼，咱就知影讲迄个文笔伊的风格，吼，伊写的即个字句伊的习惯是啥物？啊，对安尼会通来看出即个文章是毋是共一个作者写？因为伊即个作者一贯的作风是安尼写，所以若有人仿，看出来。我用一个细俗的例，就是琼瑶咧写爱情小说的时阵，有第二个人会通亲像安尼写咧味道，因为写出来味道不一样，感觉不一样，爱的是文风的问题。哦，所以我用这个来讲到我这个圣经内面学者咱认为讲啊，这个以赛亚书是安怎分这两个部分，拄好对40章到66章，伊的文风甲第1章到39章的这个文风不一样。啊，其实就是多虑。想要讲多虑，咱知影以赛亚做先知做真久，对无？已经4个王，那认真讲应该是5个王。对乌西甲、约旦、阿哈斯、希西家到提西、以赛亚的迄个马拉西，拢做5个头尾5个。但是一般来讲法，是安怎讲？干那讲到希西家，就是因为到希西家王过往了后，以赛亚已经是半退休状况。意思就是讲，伊后面所咧做的工课已经真少啊，大概拢咧写即个以赛亚书，咧写这个著作。所以，迄个文风的无共款，就是安怎？当伊伫伊的即个身体的任内认真伫做这工课的时阵，伊是安怎咧写？啊，退休了后，迄个心情无共款，爱是安怎写？其实这实在是有应用，所以文风的无共款，其实无啥物奇怪。一个人伫少年的时阵安怎写，到伊年老的时阵安怎写，迄有变化，因为心境、环境变化会有差别。啊，所以咱对这看起来。当然这是研究圣经的人在讲的啦。咱一般人咱唔能去管遐济，因为咱唔是咧研究迄个圣经写作。不过伫即中间，要互咱知影的就是，以赛亚是安怎知影上帝对伊的差遣，后面所咧做这工作袂顺利，爱抑阁继续咧做，其实。伫这无顺利的过程中间，伊所做的工作，有原是非常重要，但是伊会用较济的时间，既然人听袂入去，我就写。所以写作叫做伊伫身体后半段这个生涯中间，一个真要紧的工作。所以咱唔通了说讲啊，做先知就一定每时刻拢徛伫第一线，就面对众人，有时阵伊嘛会退到后面去，伫后面做一寡迄个不较要紧的工作。因为若无以赛亚写作，咱今仔日才会知影讲对旧约以来，有言主耶稣的代志，会讲甲这么清楚。甚至讲到将来末日的时阵，上帝要安怎样，互主耶稣过来，爱行这个审判的代志。咱看以赛亚对主前700多年的时阵，伊就做这工课。上帝启示对以赛亚来讲，是一个真完整的启示。我会讲完整，是因为。咱伫圣经内面，我去讲大先知小先知10外个先知有因的著作伫即中间，但是
大多数的先知，拢针对某一个要紧的信息，除了迄个信息，甲迄信息对世间人所带来即个影响以外，伊无较侪的迄个讲法。每一个先知拢有伊的迄个时代性的迄个信息传达，总是以赛亚先知伊的信息传达，对着当代一直到末日，所以咱就讲伊得到的启示是一个真完整的启示，也是对遮来。所以今仔日咱对以赛亚先知来看伊的服侍。看伊的生命历程，咱知影第6章发生一个质的转变。过去是检采是用安做真侪工作，但是对这个定心反省家己，伫上帝面前，搁再一遍立志，互伊的服侍发生这个质的改变。尤其今晚咱检采也参与真侪这服侍。咱的服侍毋是一成不变，咱的服侍就爱经过上帝脚步。今仔日上帝对我讲啥物？今仔日上帝爱我做啥物？今仔日我伫上帝面前，我是存着什么款的心态？我是用什么款的想法来从事我对上帝所领受的这事工？咱若检采过去无服侍，咱有时阵对服侍的看法是迄个真具体。某一件代志我爱去做，某一件代志我爱去做，但是有个人的服侍检采无这样联系。伊的服侍检采是伊的生命中间，将一个基督徒真实的生活形态。伊安怎样得到上帝甲伊分别做事？安怎样来归顺上帝？伫伊生命中间来表现。咱每一个人拢需要，伫咱这个过程中间，定心来审视咱家己本身。亲像巴克勒牧师共款，每一年，伊就爱将伊家己伫上帝面前。回应上帝呼召，迄个立志，迄个心志，搁再来定心来看家己。对于中间来领受上帝伫咱人生觉醒的时阵，有啥物款新的交代，有啥物新的要求，对咱咱会通找到一个更较适当、更较好势伫上帝面前来服侍的这个方式。愿主帮助咱大家，让咱的灵性努力建立，三个大对不起。慈悲疼人的慈悲，阮上帝，阮感谢你。阮原本是罪人，阮袂抗日，总是主你欢喜我。你将你神圣使命交代我，互阮伫阮的生活中来实现。主你对阮的呼召，主啊，阮知上界要紧的，就是亲像伫旧约内面一再出现的字句，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所讲：，恁着对世间人中间分别出来，归耶和华最圣洁的子民。主啊，愿你帮助阮，互阮伫这个混乱的世代。通过阮伫主你面前的反省认罪，迄个主你的称许赦免，互阮会通与主你做更较好的工。愿祈祷上帝你帮助阮，时时扶持阮，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是来信息152首，信息152首，
我来调见你，就像我的主，请起立转手。请坐。这是咱奉献，请奉献担当曾宇璇执事、钟委员。
请坐。即是来报告，东港事务书会、澳洲书会、云香山技术书品、戴胜娟姐妹交代书片，黄慈恩、黄伟如姐妹，献花陈正贵弟兄，回前领袖林柏宇弟兄，献诗信瓜队，音控。李新玉姐妹，打一成人主日学，赖桂珍执事，主会领袖高宏源，请咱来注意观看。本会消息，第一，谢谢骆坤宏师来分享信息。第二，丢机会关于明年圣诞节活动，比较旧年规划圣诞市集的相关活动，然后兴趣的会友也是来报名，将会有指数，将会有指示来报名。后第三，后注意下晡1点，调开幼儿园董事会，请相关的同工来举办新参加。第四，教会麦子剧团调拨圣诞剧神奇的装备。黑森林历险记的演员，要招2名大人以及5名5年级以上的同学，要伫下晡2点到4点伫拜登的2楼约书亚教师举办演员的试镜，欢迎叶恩群导演以及副导演王宇威弟兄来报名。第五，教会附设的协会，伫9月29号拜五下晡4点，要来举办中秋烤肉。国小以及75岁以上的兄弟，伊的报名费一人是150块，伊的兄弟是一人250块。欢迎来报名来参加，请到公布栏填写，填写报名截止是9月20号。第六，教会附设协会。伫10月14号拜六的下晡2点到4点来举办耶稣的同乐会，欢迎邀请906社做伙来参加。第七，主流定伫10月21号拜六下晡2点到4点，举办家长亲子讲座，伊的主题是小羊们听、看、听，当初是邓慧文老师，若是要报名，李志云执事来报名。第八，中纪会关于要赠送你一个2024年的月历一份，像有需要兄弟到公布栏来登记，然后有需要要加倍，也是做一并登记。一份是85块。第九，中纪会关于为了小朋友的安全，册堂必须爱有家长的陪伴，才会使使用。第十，邀请兄弟来认领明年度的礼拜献花，也到公布栏来登记。关怀大道，列出表扬兄弟有秦天才。杨玉珠、林建志、郑明霞、罗金丁、林李米珠、徐建庭、苏绵雨、欧明达、曾文德、姚卫清、段永、李新明、白许秀英、林长青、马来基，还有洪分展弟兄的母亲。红年报告，请咱会友来主持讲法。请老师来补充。感谢大家平安。感谢诸位当互咱做伙真正来敬拜上帝。这时阵我来介绍今仔日礼拜大家中间的
位兄弟吼，到一位是一个柯基电了，柯基电兄弟，请一日吼，互咱Houston 吼，恩惠教会吼 Houston 吼，美国的所在来聚会，最近倒来台湾，感谢主。搁一位吼是第一摆来到咱中间吼，李进如吼，李进玉兄弟吼，欢迎，感谢主吼，欢迎常常来到上帝殿里来敬拜主，感谢主。好，来搁牧师来补充一下吼，咱即个9月份吼有真特别的节日啊，所以伫个即个9月29号吼，29号就是拜五吼，后礼拜五。即个拜五下晡吼，下晡咱差不多4点左右，4点左右就开始，咱有一个中秋的航班吼。这是真久咱3年疫情，咱即马拢无办吼，今日搁恢复啊，搁恢复。所以即马我看后面的统计差不多有110位啊吼，110位吼，110位兄弟姊妹吼来参加。所以感谢主吼，咱会当透过即边的即个中秋节的活动吼那未报名的兄弟姊妹，今仔日较紧来报名，写伫后面遐，你来填写就会使，来填写就会使，这就是规模顶管所讲。所以即个伫迄天的安排吼特别要求咱兄弟姊妹较注意的就是咱因为最近你有看咱即个其实咱的电力吼拢有一寡即个爱调整。所以即个航班迄天可能咱莫家己炸迄个电烤盘啦，过去捌炸过，有人捌炸过来航班当然是无问题，但是最近才发现讲迄个咱的电力可能爱做一寡调整，所以迄个若搁一个伊若炸电烤盘来，伊若炸电烤盘来家己要烘吼，虽讲会较紧吼。但是吼，毋茫咱兄弟姊妹，咱吼，因为咱拢用即个炭火咧，慢慢啊烘，慢慢啊烘，伫遐高温高过，所以邀请兄弟姊妹，咱即个部分就先莫炸，先莫炸，是讲你若想要烘较紧的，会当炸的是你家己炸迄个加斯迄款的，加斯迄款的，你炸来放喺边仔家烘，迄嘛是一个方法，是讲咱教会已经拢有备办好势。即个烤台搁重新迄个买迄个航班，毋茫讲咱兄弟姊妹来配合，来配合，所以已经有110位会晓做，所以咱会当想象即个中秋节迄天一直真人咧，伫咱的即个，咱感谢主会当搁有即个订互咱办真侪无共款的活动，所以邀请咱兄弟姊妹当继续来报名。搁有一点就是咱看即个每年度的。即个月历月历，每年度的月历咱若真有需要兄弟姊妹你着去填写，有填写甲免费赠送一个家庭1份，你若感觉无需要，你着免填写，你若有想讲要送其他的人你的朋友，或者咱的即个同事你若要加写，你着比如讲杨成芬，你若搁陈一，就是搁加1份。你若你无写，就是写你的名就好，写你的名就是恁厝内面1份，你若乘1就是搁1份，加1份，乘2就是搁加2份，安尼来记，安尼来记，所以你毋通搁写你的名，搁乘1，安尼就是2份啦，安尼就是2份，所以互咱知影即个填写，填写，所以你若要加1份，就是1份85块，1份85。搁有一个就是，咱中秋节有关系因为咱即个附顿，可能台语顿较少咧用着，华语顿较侪咧用。附顿会有小朋友会伫去遐咱家长爱陪伴小朋友。敢若顶礼拜吧，还是搁顶过月过去有一个小朋友伫遐倒头栽，伫遐安尼迄个头壳险折断去安尼，吓到惊到，所以其实。咱爱注意注意迄个陪伴还有陪伴的家长伫咧内面，这特别甲咱提醒一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好，伫遮咱来报告，看还有啥物？好，以上报告。
即是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以赛亚书6章5节，以赛亚书6章5节，咱做伙来开敬拜。上银516首，516首，上帝因歌，请起立专首。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爱，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大家三合一体，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永久。阿门。请坐，有走。请回伊伫个后走结束了后，才离开。离开咱就才会行平安礼。现在。我有了，我看到你的背，我只有3个礼拜。这个谁的？我去看到没有？